近前，咱国国安局也指出，中国当地透过接触台湾的少年家来促进应对文化来认同中国。咱国有一个民间团体中华群兵会，就捌互人积极涉嫌招大学生参加统战团。即马因为伫咧限期内无改善因的会务问题，内政部是依法要求因改善。中国对台统战手法真多，放射连校园拢可能被渗透。中华群兵会进行被质疑涉嫌招收大学生参加统战团，是要伫台大等学校场地来招生，学校赶紧喊停。内政部出来公告，中华群兵会因为无伫限期之内改善会务问题，依法改善处分。我们是会务主管机关，所以我们看进去，他的会务其实不正常，就限期到6月6号，那没有改善，那我们就依人民团体法58条规定来给予解散处分。内政部表示，中华群兵会无依法定期开理监事会甲会员大会，所以被改善。到这个进程，中华群兵会也无相关的回应，或者提醒两华交流。中国常常暗藏统战的企图，暗过民间团体无一定知影，建议政府应该协助强化相关单位辨别统战的能力。正规的所谓的交流的活动是基本上是应该鼓励，名为交流，但是实为统战的这种活动。内容方面有一些政治宣传，或者是对于台湾的一些相关的经过设计的这种所谓的交流课程的一个内容哦，那这个东西就形成对于这个台湾的影响。海基会也表示，最近有一寡台商或者是台商家属会问特定活动是不是属于统战的活动，显示个人对中国统战的行为愈来愈有意识。不过中国唔但对台文攻武力也无停止，国防部一天就查到34架强机、8架强艦、1架公务船交台，国军严被监控应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